就是注意一下情况。那上面那个咖啡厅呢，就是你们可以利用小队时间，在中午休息的时候，可以一些小。二人老师也嘅暑假，参加嘅报道客家天台办嘅夏令营活动，喺一百嘅活动中，宿舍嘅三个汉体太学读书嘅后生人。王平凡喺太学时代就系教沙团嘅歌手，原本学理工嘅伊，读嘅研究所以后，因为想接近佢甲伊嘅細妹嘅，所以開始做客家天台嘅義工，教起嘅客家沙。林志學，佢是做過文化大學客家沙嘅沙長。讀國貿呢嘅伊發揮所學，用創意嘅方式經營沙團。王世堅閒時就好看客家台戲，伊唔單止看戲聽聽，考到太會以後，還講戲班參加演出。我用鏡頭來記錄記錄有三個神奇嘅後生人同客家之間嘅關聯。你们刚才有把蜘蛛跟蝴蝶的客家话记下来吗？拉卡，记下来拉卡。那蝴蝶呢？蝴蝶，用鸭嘅，猪啊，用鸭嘅蝴蝶，用米嘅蜻蜓。用鸭被蝴蝶，拉起来蜘蛛，就是你们稍微记录一下，到时候教小朋友拉起啊。先讲拉起啊，那回流来。回流讲拉起啊。拉。胸中吗？拉起拉起。还有先讲拉起。用鸭。回流讲拉起。蝴蝶。用鸭呗。用鸭嘅。永夜嘛，其实很好记啊。还有本东马改。蜻蜓呢？蜻蜓怎么办？用米啊。那个。用米。我们挑大眼睛哦，用米蜻蜓。用米。不要乱拍。好，考试哦，快点。辛苦。来。哎，好了。就这样啊，来。啊，會哦，我細時間我本我破大，所以我都唔會講，我馬老我講嘅。不過我睇時間是讀國小時間是蠻好少講嘅。不過我條副橋全部係漢人啊，其實。從客家莊長大的小朋友，其實根本就不會想說，客家文化到底是什麼很特色，因為它已經是你生活周遭了。就好像你可能你常常戴表，然後你根本有時候你就沒有看時間的話，你根本就忘掉你有戴一隻手錶。所以客家可能對我來講本來就這樣子。這樣可以啊，過來啊。夏令營活動就會開始嘅。韓地通研究所嘅平凡，帶第一群後生人，正在做最後嘅準備。就係所啲報道客家天台特別辦嘅夏令營，大部分係清代嘅文化介紹。是平凡加入客家天台做義工以後，佢就想用無同樣嘅方式來辦活動。為到辦日嘅夏令營，平凡同日嘅夥伴。我係差唔多半年嘅時間，熟悉類似台台、正台、時台、文化、時間合作客家沙嘅後生人，同下來帶小朋友。冇嚟，好，節目咁肥啊，節目。
可以。你要先让我猜，我是谁？老师姐姐。对。哎，你们喜不喜欢吃饼干？男队。不喜欢。家里面有一些人是我去年带过，那我会特别照顾。那今年我又带了更多的大哥大姐姐来一起带你们。这3天的一个人一定会让你们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。刚好有个学妹的关系，然后第一次接触到她，我觉得蛮欣赏的，所以这样让他地回来到抖推背的期间，又跑到台北客家电台去，因为给他爸抖田推做主持人这样子，那所以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一上台北，其实也是一样，像我高中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憧憬要干什么，那我上研究所也是一样，田推已经动豆系台爱动豆诶，台爱好豆啊。然后古手机就对爱会动吼，就常找我聊天，然后给我动豆的东西。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 shock 的原因，所以吸引 catch 到我为什么想要去投入客家，因为他跟我讲很多客家，像客家文化。那你跟讲说国民革命史，孙中山是一个客家人，我说是啊，洪秀全是一个客家人，是啊，对，那种 shock 让我去想到这个东西里面应该很多很好玩的，所以我就跟着他们，然后去认识了客家的东西。必胜客，对，这堂课名叫必胜客。我要海鲜的。上完之后呢，希望你们走出这个教室，一定就是必胜。然后我们客家人所以叫必胜。这个名字取自于小香菇，非常的好。那我叫天才小班。那以后大家可以叫我天才。快考期间，我毫不犹豫我就去客家台会去帮忙，然后那些学弟妹都很惊讶，怎么突然来了一个人，然后从来没有接触过，然后他们之后是跟我说，其实1、2年、2、3年总是会有一个像我这样的研究生，然后突然就是把社团又带起来，然后为社团付出很多这样子，然后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到了客家社。沙团动豆的经验，就是之前学长姐传下来的经验，然后动豆之前的故事，我觉得并没有一个延续，那所以社团在经营起来非常的辛苦，他们人少，然后懂的东西也不多，所以我一看到他们，我就觉得好像是我当时候大学的学弟妹，然后就很想去带他们，教他们一些东西，然后想把这个社团带起来。今天我们晚会要正式开始了。酋长，你干嘛害羞看镜头？来，各位小朋友，请把我们麦当劳离开1.9秒内。来。我一进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们少了很多活动的经验跟能力。那但是我觉得那不是他们的错，而是就是因为之前的过去的一些经验，然后传下来的时间，第六是兄学术好重要，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因哈嘎沙音好害羞好，对，就比较不太会搞其他的东西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
飞机，漂亮。让大家知道要运动前有什么本身的那种秘诀。没有秘诀。在跑马拉松吗？跑21而已。好，21而已，半程马拉松。对。什么时候开始？通常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我硕一来的时候，因为我大4开始在练跑嘛，然后来台北第一次参加活动，原本是说跟学长说要去跑，结果学长没有跑，就我自己去报，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完成，2个小时4分钟，第一次跑，成绩还不错。你看后来越跑越烂。对啊，要练，真的要练。1年级体力比较好一点。跑步的时候，大部分是在思考一些事情。对啊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跑步，然后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就跑步。你在做科教，这个会不会感到有什么沉重的压力？就不会啊，我觉得快乐的比沉重的压力多很多。那种压力是看你怎么样去解释它吧。因为我就算是老油条吧，然后我在这里，我觉得反而是以学习的心态在玩客家。因为你学习的时候，你可以容许自己不懂一些什么事情。那虽然别人会讲你啊，但是你就笑笑就好啦，就我不懂啊，然后我问你，然后你跟我讲。那我觉得在这种心态上的话，所以我在玩客家，得到很多的教导跟指导。然后这些长一辈的人至少我感受到他们对我的关照，我觉得是很快乐，多于一些沉重负担。因为他对你有一些关照或者是期待，那代表他觉得你还不错啊。谁呀妹，开出吹，阿山沟，从山沟，山沟子，海上冲，一沙冲，两条梦，阿山沟，阿山沟。no so no so， 一條行一條行，愛個好愛個好，何必呢？松樹風在淡的路。准备上来是他。有钢铁般的胸膛是狗啦！他钢铁般胸膛，这句话是我。那还有这个。来了，我帮你下来。钢铁般的是胸膛是我，对。那第一个金色充电炮，他吧，后面金头吧。哪有了？这个小朋友是来乱的。没办法。看人只能穿小叮当。哎。要做什么？没有对手要怎么玩？推到白线后面，推到白线后面。最后一次喽。海香鞋子。干嘛？6炸。哎，对了，没错，鞋子可以啊。不是6刷嘛？来，再拿回去。好，3，这样对啦，3比3，平手。来。
初等26人的公差松阳面山，我去到文化大学拜访我哋夏令营中熟识嘅朋友林志學。这个社团联合办公室，每人就会有一张桌子。这是你们一三一张係一嘅，其他人就一張三人一張。啊，呀啥？你的社会这个怎么样？Yeah。开开一区，努力经营的部分。这本就是我们的那个版本。你看啊，我们第1年复社就得奖，就是这个部分，是我们第1年复社就得奖，还是优良评鉴。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鼓励。所以关一下。从文化客家社之前叫客家风情社嘛，第2时期有的种种原因就暂时休息。那后来日家学长秦东啊，还有慢慢的，就刚讲进入这个环境之后，就让自己你重新再认识自己的文化。都黑包来讲法，要改成哈客社，公路是吧？真冇想要改名。因为刚讲原来名同好，但是学校有规定讲，要成立共同的社团的话，3年之内就不能用原来的名。那我取名哈克，做哈克可以哈日哈韩，为什么不能哈克？因为一个哈嘎嘛，那种谐音的方式，用这种方式先让每个人当。没喊你的时间，木内时间，只要你问的时候，我就有机会告诉你。哈克社中心。现在文化社团差不多40人社左右，差不多有1/3没喊你，其实我当欢喜。当然也在团体没大家全部喊人参加，假使全部喊人参加的话吼，会到一类些。我老xã員講啊，老自家幹部來講法，一成立客家社，當簡單，唔是太沉重，本自家一個重新學習自己文化的機會。借一下，我们是教人借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那个小朋友弟弟好乖呀。对呀。也很会，可能是下次我还你。来，哎呀，这比我们家的还大。对。请保佑啊，比你年轻几年啊，老婆越来越漂亮啊。那升官啊。对呀。家里钱不太够。不过还没嫁出去啊，来。我一直不认为他是重新，他是副社，他不是创社，我一直认为是这样子。所以我跟人家讲我是哈克社，但是我都跟你在，我是第10任客家社社长。可能一时成立客家社的时间，还我母语运动，因为强力的部分，但是在黑包的时间，陆陆续续，可能这个东西对黑人黑商你不是那样的清楚，他要的可能不是那样的所谓的沉重，或者说比较悲情，他希望用比较较欢喜的方式来搞下社团，包含说
文化客家沙台台、时态正态，香港也得学教的客家沙，佢也得推教客家沙时节，是配合是因为社运配合所谓的议题、社会议题这样上来，但是按钮过一阵子的话，其实它有它的转型的必要。打个比方，以前就是黄某母语运动啊，对不对？参加我们客家社，你课语会变好。那以前可以啦，现在参加客家社课语会变好。有啦，台大客家社有在做。那在我任内，只有办过1天。如果今天我们来这个团体，单单客家的元素有，但是绝对不是最多的。我一直跟我讲，客家社团其实跟一般的沙团其实没有什么两样，就是那2个字客家而已，它只是注入了客家的元素。喺台北移民节嘅天日有盼开单游行。统一绑左手边，你要这边都可以。跟大家讲，你要绑这边手环都可以。之後，同時間睇學客家沙嘅後生人組為一個學生嘅遊行嘅隊伍，也係第第擺參加移民節嘅遊行。有啲後生人準備嘅打咩？沒用來敬拜移民也嘅祭品，伊哋準備嘅係自家做嘅創意嘅打咩？我抓得住你，抓不住我，照这斤。謝謝。移民爷爷，我係林志學，今年台北文化台台生態時態客家沙，我要到嘅，希望移民爺爺保護人家到，保護人家身體健康，沙灘越來越好。乡下嘅老主人，我還記得馬頭嘅樹叢，記得秋果嘅歐巴，還記得啦，哦，還記得咯，還記得啦。社研那个新旧干部交接的典礼，另外是大专青年颁奖典礼。因為我記得去年也是嘅，也還沒拖下到參加。今年看到學弟學妹的交接，心情上也非常高興。來，1、2、3。幹嘛那麼急呀？我發覺說，我可以放心的放給他們。我跟我的老幹部講說，董東你講啊，你要等你，
退休的卸任呢，就需要离开这个社团。其实我个人有不同的想法，所以你扮演的角色的功，因为你刚才是说全身而退离开这个社团，不然呀所谓的传承的部分传承不下去，而是说你学长姐在扮演的角色的时候，适时的要到学弟学妹一些所谓的经验上的传承，有的经验是他们没有经历过，而是我们经历过的。因为讲同样方面吧，加强因为懂后。饮料跟那个酸辣汤，那水饺大家包啦。本人宣誓成为台艺研究社的好社长。我觉得我们客家新社团就是怎么讲，要吸引人家过来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。对啊。那遇到这么多困难，那你有没有想说有什么方法来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参加？这个吗？会不会太难的问题？还蛮难的，蛮难的。因为我觉得，对啊。你有没有信心做的比之前好？我可以尽力，对，对啊。是你的，所以你要看清楚，这不是你的。亲爱的社长，什么东西？社团负责人为了部分怎样的，为了宁愿上的社团运作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有一个这部分，麻烦你推荐2个社团重要的干部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东西你要看清楚，这个才是你的，你跟伟东的部分。学弟学妹底下都有他的考量，可能没办法按多时间都上堂鸦片，没办法就会功课压力较大，但是我这个觉得说这都没关系。因为都没关系，环境不一样的时候就需要做个改变。就高沙屯丰盛没办法像以前1988年很高环境不一样。如果现在学弟学妹给本身自己的考量，每个社团的考量，给没办法继续这样玩的时候，这样去经营的话，它会产生另外一种所谓的经营的文化。我觉得这个可以随着时代的不断的转变。哈林人嘅天然嘅走势，也就小朋友學嘅係客家文化嘅課程，之後帶嘅也做係用做戲嘅方式介紹客家嘅信仰同風俗。伊哋更加做嘅呢係客家人嘅歌子，雖然呢做嘅故事無幾正經，不過也就小朋友可能還係清聽。那你活泼一點嘛，你就沒辦法這個大點啦，你的位置很大哎。一年一次才會來這邊掃墓刮子，好不好？我們祈求我們的祖先保佑我們平安，一樣。好，小朋友。成績都很好。對，大家都很健康。來。头挡住了，你左边看什么啊？老公好了没呀？好了，香菇好吃啊！哎，来，这张是要吃饮料，对不对？哈林人嘅天然嘅安補條，客家為定火爐烤肉，在強壯鬧熱嘅氣氛下，表現創意嘅好談嘅成果。我早就落了你那。三年莫看朝前個面啊，愛一心嘞，我這啦就落了你那。
哦，汉喉糖啊，咱前看不床。其實一般等你你把個床先壓咗有蠻高。唔啊，還蠻少的了，只跟他跳床。啊，那叫不少。人家覺得神經你當初用我上嚟床咧，對唔對？因為佢應該係後生人嘅。你仲有興趣啊？有興趣就係。咁其實佢是怎麼長上過？我哋講佢上過會看戲學嘅，細看戲，記得會唱，安時唱看戲學嘅。这个塞得进去，等我把这个塞进去。起床！现在起床，以后第一个动作马上去刷牙漱口。对，拿过来就行。拉开来，拉味道。好，在。改好，要用压实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等点一下，打开。弟弟，你跟谁排的？你跟这个哥哥排的嘛？你排在这啊，跟这个哥哥啊。对啊，我记得过去那边就好了嘛。那你们后面2个排好啦。景恒。好，到齐了，行李给我拿着，跟我走。谢谢了。现在小朋友很难带，蛮皮的。你以前会这样吗？我以前有没有这么皮是吗？应该是还好，以前我很乖，我都跟我妈去跟着我妈去种菜这样。叮当，这一个还拍写真集哦。很高兴对不对？讲对，集合。搬栏杆，不要让选择拉我，搬栏杆。哎，叮当，你们在哪里走好？要叮当。你们的小队哥哥叫你排队，还在讲话。是有2个我上耶。两个排好。司机提考多太福建人暑假，即家就去举办福传统客家戏。对于高中毕业做到而家，还有3年的时间呢。看到伊按认真化妆的样子，请其他伊第2下的演出。这个角色是有后叫模组的啦，之前永远组嘛。你下改你给就模带了在戏版的呀，给模组的今天我主要是要接他的角色这样子。有看过几周啦，按这个角色老生也常演啊，那不过有时候还是会怕怕的，还会讲啊。加油天胆量，前方以後撞。仍然純情愛本是富家郎啊！我没有身段，对，因为我不是一般家戏剧学校出来的或者什么的，我刚算是，因为现在李汉落过黑周野台，有一天没一天，有一天没一天。虽然
已经从高中毕业，现在要升大三，虽然已经快3年了，已经快接近3年，不过一条半年黑3年4年做的可以出师。那我不是啊，我是你有野台戏，有戏将来，所以虽然是三年啊，不过就是说，你看这样算一算，可能真的演戏的时间可能不到1年这样子吧。地下戏班去做开创的班线机，连带动艺人机记录后台无限的情绪。後台演員化妝作神嘅樣嘅，對於我哋一隊唔係做戲演員嚟講，係真新鮮咧。以前小时候会觉得啦，就后真紧像记后台化妆啊、换衫啊，记得为平常生活真紧，当然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。用热天去做老补碰现起来嘛，都浪天摸啊。摸线补碰就一个缝啊，然后就会看跳看啊，佢呢度就做埋东西啊。系啊，摸之前都讲，你啊2點人咧，講2點半來上班，就喊做平常時嘅衫，按這個行上行下，唔是打扮樣扮嘅喏。那其實他後面才知道，其實妝化好，那其實穿衣服那些還蠻快的，對啊，我覺得還蠻好玩的啦，就搞了丟東西，謝謝。阿小人用光，可以包多少錢？我喜歡，有光的時候呢，你家一個，多少大秒？我喜歡。你有咩樣啊？你講何講唔行啊？按多嘅那個戲班出來了。係啊，其中講出戲班出來的在那的。你會看到好可憐哦。其實我們是很快樂的。因為沒人講，用咪咧學做戲樣辦，那可能是因為我從係怕細俺媽媽會同我看戲吧。有一次我國三我是在升學班呐，那就離那個俺姨從不敢講沒有懂全呐，來自做戲啊。然後有一次給做戲，但是曲調你常聽都很熟，然後我會跟着然後我同學就跟我老師說，王世堅在後面唱歌。對啊，然後我老師就說，請你回家再唱好嗎？還有是更好笑，因為走平安戲，演平安戲，受不了他的誘惑，我就老先生講，我不舒服，我要回家。其實我做嘻嘻棚，我轉去細時候，然後媽媽嘻嘻棚啊看戲。我記得個做王文雲走親，然後有很多同學就是放學之後會走那一條路回家，然後我還怕被他看到這樣子。重在就磕碰，個開上招馬行路逢，個認證口面兩熱動，個兩人相爭
嘅咱付出，嘅可以挨当时就来通到，嘅收到最少唔会同来，唔会偏拖。啊，睇下，挨到付来，爱好年。不过猫原本店前嘅猫片，因为根本要做戏，所以变得个难一点嘞。虽然讲戏棚下嘅观众冇几多生意，不过戏台上嘅演员还是非常卖力嘅表演。一发现菜从一来，我不念，你嘛个意思啊？你讲？哎嘛个意思啊，根本唔系挨填倒来哦，代志就大条啦，用白太条。安尼啊。为到根本嘅戏班提5个秒嘅演出，至今还对学校嘅翘课出来做戏。好，不是，他自己。啊？什么？演完了有什么感想？问他们啊，这样累不累？还好了，我们没有演到很大的角色，还好不会。这个我里面没裤子，这里面没裤子哦，里面没有穿裤子。之前同学有些会说啦，因为我有时候翘课啊，同学就会讲，先生会问啊，讲点名啊，跟阿希那啊，同学就会讲他回去演戏了，去专业做戏了呀。不卡没底啦，不过有时候他就会讲说，这就是你自己要顾到这样子啊，学校课业也要顾到这样子啊。你这样子作案呢，不敢于犯罪过吗？现在是支持还是反对？当初讲落去是自由啦，佢就嗌媽媽攞嗌呢姐會講啊，看戲就好在做埋去好。啊，後尾我就講嘅理想不去談啦，我就講漢拜因為係漢拜上去做可能鄉土教材的老師吧，或者是往客家方面去研究的老師。後尾漢拜啦，我係正經做先生咧，我係來教書咧。係唔係配教先生冇嚟體驗過戀愛神班？他只能照本宣科嘛，書上寫什麼就照着念什麼嘛。對啊，係唔係我有嚟教過，我有嚟體會過，我就做得講係那目標中嘅東西本去就談啊。其實，因為有時候啦，我會擔心他沒有人啊，要不然我會擔心他沒有人。雖然可能我也還不會演什麼大角色這樣子，啊不過畢竟像都會上演版是沒好好看啊，至少做戲劇呢沒好啊，這樣子。之前係咪對學校啊？因為做報告樣版型，係咪需要動跳？所以回來好不好轉來做戲，我覺得是充電誒，就是可以放鬆心情啊。係啊，按邊度講，我自己演戲下戲之後，就是沒有今天你的角色演完了，你可以坐在旁邊看他們演啊。對，然後所以可以從戲出裡面啊，體會出蠻多人生的道理，這樣子。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啦。人才是見，渺渺我來望不敵用來數年，要記落來藏我以後的夢想就是比較安穩的過日子，這樣就好了。看吧，看有沒有緣啦，就都對。可能戲班也會一直玩下去啦，因為我都是帶着玩。想玩到幾歲？不知道哎。就像你今天問那些老演員，你想演到幾歲？他們只能回答你說演到不能演。
万里哟照苍上啊，讲起二橋菜呀，照撥見該當年，前事哦來忘啊。对，我觉得这一首，对。2024年嘅暑假嚟參加嘅好舊嘅客家漢人，那加到洋上記錄接受嘅平凡之後同司機上面後上面。扮得不錯哦。不要畫。不是，只能畫一條。沒關係啦，都畫了。爸。好吧。你對於阿三嘅後生人嘅想法仲發現，一定會用生活同興趣嘅方式來表達自家對客家嘅關心。客家文化對我哋後生人嚟講，其實無暗存嘅負擔。文化嘅傳承，並未睇見啥本後生人阿邊就做得嘅。睇見啥去做嘅，唔單止關心佢哋天天。還要俾佢哋有機會去發揮自家嘅空間，安尼後生人自然會落來客家，尋到自家嘅客家文化中嘅天味。拜拜拜拜。還有誰？還有誰？好嘞好嘞。喲，這樣好笑啊喲！也有，我沒那個好。噩夢解除 ，yes， 精神來了，回家睡覺。轉念。有了，再聯絡，拜拜。差了，辛苦了，拜拜，大哥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